大考中心今仔举行今年学测国文作文佮英文作文的评分说明会，嘛有针对有争议的题目来做出回应。英文作文的看图、广告词佮国文嘛，拢请调一人出面来说明。 2月底就要公布学测成绩啊！针对这届较有争议的国文作文和英文作文，大考中心嘛召开说明会。这届英文作文看图广告词，其中有一张电影院的相片，因为图无够清楚，引起外界议论。后来大考中心决定放零场所的认定，无一定爱写电影院。除了电影院之外，其实素食店啊、百货公司啊、购物中心啊，主要还是看考生是不是能够对自己所选的这个场域跟他所要表达的这个主题，他能够有一个很细节的支持跟描述。大考中心表示，确实有真侪学生唔是写电影院，只要意思是正确的，拢袂影响到分数。也若国文的作文题目爱学生以52号字的海翁做例，分享家己的生活经验，因为题目受过抽象，嘛引起各界的讨论。我们这一题的命义基本上是一个半开放式的作文。 也就是说，他只要把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写进来，透过52赫兹写自己的故事，这个都符合题意。大考中心表示，虽然题目较抽象，不过经过人工挖光的结果，大部分的学生作文写作的方向拢是正确的。挖光老师表示，只要学生分享的是家己的生活经验，拢会当得到袂歹的分数。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